日我想同大家深入咁拆解一下《致富心態》The Psychology of Money 呢本書。喺入正題之前，我想大家諗下，點解有啲人會將最後嘅幾十蚊攞咗嚟買六合彩？你可能覺得佢哋好蠢，明明已經冇錢啦，咁點解仲要搏呢啲幾乎等於零嘅機會？但係作者話俾我哋知，其實呢個世界冇人係瘋狂嘅。如果你出世喺一個窮到連幾百蚊積蓄都冇嘅家庭，買六合彩就可能係你唯一可以想象到買到嘅一個發夢同埋希望嘅機會。呢個例子話俾我哋知，每個人對金錢嘅決定都係基於佢自己人生經歷過嘅版本。你覺得合理嘅事，喺其他人眼入面可能覺得好奇怪。同樣地，長輩經歷過嘅高通脹時代，佢哋對積蓄嘅執着，我哋呢一代永遠都未必會明白到。理財第一步就係要承認每個人對金錢觀都係有佢嘅背景，冇絕對嘅啱同埋絕對嘅錯，只有適唔適合。明白到呢一點，你就會對理財多一份包容同冷靜。但係問題嚟啦，既然每一個人嘅背景都唔同，咁決定最後勝負嘅關鍵到底係乜嘢？係咪讀多啲書 IQ 高啲嘅人就會贏？我哋睇下呢兩個極端嘅真實故事先。首先有一個清潔工叫 Ronald Read，佢一世人做過加油站員工，掃過地，生活極其低調。但係喺佢92歲過身嗰陣，全世界都嚇親，因為佢居然有800萬美金嘅遺產，仲可以捐幾百萬俾圖書館。相反，一個哈佛畢業嘅金融高層 Richard Fusco，佢喺事業高峰期住大屋，借大錢去投資，點知喺2008年金融海嘯一鋪清袋。呢兩個案例話俾我哋知，理財其實唔係數學，而係人性。Ronald Read 唔係因為佢識揀股票，而係因為佢有驚人嘅耐性同埋穩定嘅情緒。理財有一大半係關於情緒管理。如果你控制唔到貪婪，就算你係一個金融才俊，最後都可能輸俾一個識得慢慢累積嘅清潔工。呢樣嘢我哋之前影片都有提過，但係每次睇返都係咁深刻，所以我推翻咗理財需要高智商呢個偏見。因為理財唔係數學，而係人性。喺數學入面，2+2永遠都係等於4，但係金錢世界情緒先係主宰。講到情緒，好多人就會問啦，Mila， 咁我係咪要變成一個完全冷血、完全跟數據嘅理財機械人呢？其實啱啱相反，作者提出咗一個好有溫度嘅觀點，就係你唔需要追求理性，你只需要追求合理。喺純數學角度嚟講，如果你嘅房貸利息係3%，而你將錢攞去買標普500有7%嘅回報，理性上你唔應該還清個房貸。但係作者提到，人唔係機械人嚟嘅，人係有感情嘅動物。喺還清房貸雖然係數據上未必係最賺嘅，但係如果佢可以令你每晚都瞓得安穩，令你覺得生活好似有咗掌控感，咁呢個決定就係合理嘅。理財嘅目的唔係要贏到盡，而係要令到你嘅生活舒服。所以唔好因為人哋買某隻股票回報高，你就要跟住衝喎。如果你買咗之後每晚都心跳加速，睇住個市瞓唔到覺，咁就算嗰場投資幾理性都好，對你嚟講都唔係一個合理嘅選擇。
所以如果還清房貸令你瞓得好，咁就去還啦。做一個令你每晚瞓得着覺嘅合理決定，係長線投資嘅第一步。不過就算你個人心理質素幾好都好，現實世界總會發生一啲你預料之外嘅事。當你諗住一切都行緊軌道嘅時候，黑天鵝往往就會出現啦。好多人鍾意睇財經分析，想預測下年個市會點，但係作者提醒我哋，歷史上最重要嘅事往往係嗰啲冇人預計到嘅意外，例如金融風暴或者近年嘅疫情。呢啲事件叫做長尾效應。一個投資組合90% 嘅回報，可能只係由1% 嘅日子或者幾隻股票去決定。因為世界係由意外驅動嘅，所以我哋唔應該過分依賴預測，而係要留有餘地。呢度就係我哋之前講過嘅容錯空間。如果你嘅計劃係建立喺一個一切都完美運作嘅基礎上，咁一個意外發生，你就會崩潰啦。一個好嘅投資計劃應該係計劃埋，如果發生咗我想象唔到嘅壞事，我仲可唔可以生存落去？但係面對呢啲意外同市場嘅起伏，其實都係一件好痛苦嘅事嚟嘅。好多人就會覺得，點解買股票要輸錢？我係咪做錯咗啲咩俾市場罰呢？但係作者提出咗一個好正嘅觀點，你應該將波動睇成為入場費，而唔係懲罰。想象一下，你去迪士尼玩，你要去買門票，你覺得幾百蚊，你唔會覺得係俾迪士尼罰款，因為你明白到呢個係享受過山車刺激嘅代價。投資亦都係一樣啦。如果你想得到長線嘅豐厚回報，你就必須交出你嘅情緒門票，忍受市場嘅起伏、恐懼同埋唔確定性。如果你想追求零風險又高回報嘅話，就等於想去迪士尼玩，但係唔肯買飛。當你明白跌市只係獲取回報嘅代價，你個心態就會由恐懼變成從容。不過有時候就算你定力幾好，見到身邊嘅人好似賺錢賺得快過你好多，多過你好多嘅時候，你依然會心思思咁想跟。呢個時候你就要問下自己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啦，你同佢玩緊嘅係咪同一場遊戲呢？喺理財世界入面，最危險嘅嘢就係聽錯人哋講嘢。點解？因為大家玩緊嘅遊戲時間嘅長度唔同嘅。如果你係一個打算揸住股票20年嘅長線投資者嚟講，而你聽咗一個今日會買聽日賣嘅短線炒家講話某隻股票好貴啊，咁你就聽錯咗建議啦。對於呢個炒家嚟講，升10% 確實係好貴，但對於你嚟講，20年後嘅價值先係最重要嘅。好多市場泡沫之所以發生，係因為長線投資者開始模仿短線投機者嘅行為。所以當你接收到信息嘅時候，你一定要問自己，嗰個人究竟玩緊嘅係乜嘢遊戲？我嘅終點線又喺邊度？清楚自己嘅遊戲規則，你先唔會俾市場嘅雜音帶走。但講到雜音，點解我哋人類咁容易俾嗰啲嚇死人嘅新聞吸引？點解講聽日會崩盤嘅人，聽落去永遠都好似專業過講聽日會更好嘅嗰啲人？呢個就涉及到一個關於人性嘅弱點，就係悲觀主義啦。悲觀主義聽落去永遠都比樂觀主義更加專業，更加有深度。如果有一個人同你講聽日股市會大升，你會覺得佢係推銷員。但如果有人同你講
經濟即將崩潰，你就覺得佢係一個救命恩人，會好認真咁樣聽佢分析。呢個係因為人類嘅本性係規避風險，壞消息會觸動到我哋嘅生存神經。但係歷史話俾我哋知，雖然短期會有好多波折，但係長遠嚟講，人類社會係會不斷進步同樂觀嘅。保持理性嘅樂觀，即係雖然我知道中間會有好多坑、好多意外，但係我相信只要留喺場入邊，長遠嚟講，我係會贏嘅。呢種心態先係通往致富自由嘅真正鎖匙。咁講咗咁多心理策略，我哋咁辛苦咁去管理金錢，去對抗人性，最終追求嘅到底係乜嘢？僅僅係銀行戶口有幾串數字咩？其實錢可以帶畀我哋最高級嘅紅利，就係自由。講到尾，《致富心態》呢本書唔係想教我哋發達，而係想教我哋點樣管理金錢，贏返對自己嘅控制權。錢最有用嘅地方係等你可以喺想嘅時候同想嘅人做想做嘅嘢。如果你賺到好多錢，但係每日都活喺壓力同埋比較之中，咁你只係一個擁有數字嘅窮人。希望今集嘅深度導讀可以幫大家喺忙碌嘅理財路上停一停，諗一下自己究竟真正想要啲乜嘢。理財係為咗生活，而唔係生活為咗理財。多謝大家收聽，我哋下一集再見。